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返嚟我呢個 channel。迪士尼情報系列又返嚟，踏入12月，聖誕節又就快到啦。喺迪士尼過聖誕當然好有氣氛，而精彩節目亦都好多。今集情報我哋逐樣同大家介紹一下，仲有好多驚喜優惠着數同大家分享。事不宜遲，即刻開始。中意我啲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就記得撳埋個鐘仔喎，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11月26號，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大火，呢場大火要2日先救熄，造成過百人死亡，過千戶家庭痛失家園，令全港市民非常難過。事件發生後，香港迪士尼已經迅速回應，翌日已經取消優獸大都會特別活動。同埋當日嘅首映禮經已取消，之後亦宣布取消每日晚上舉行嘅迪士尼星夢光影之旅星空派對，直至12月7日。買咗呢10日門票嘅賓客可以憑同一張門票入完當日起6個月內再入完一次。至於星期6日舉行嘅迪士尼聖誕音樂 live 演出內容同效果亦都作出調整。原定上星期嘅嘉賓周欣婷當日就冇出席，將會改為參與日後慈善活動。而當晚就改以副音樂總監 Felix 成為表演嘉賓。12月1號，華特迪士尼宣布捐出超過1000萬港元現金及物資，並與本地機構及非牟利組織緊密合作，提供即時援助同持續支援受大埔火災影響社群，以及情緒心理支援。願大埔災民及香港市民可以早日渡過今次嘅難關。聖誕節當然想收到聖誕禮物啦，入到嚟迪士尼樂園呢都有唔少聖誕禮物嘅選擇嘅，一陣再同大家介紹。另一個年度聖誕活動就係迪士尼聖誕音樂 live， 喺11月22號開始，一連3個星期6日晚喺城堡前面舉行。今年就邀請3位本地男歌手參與演出。第一個禮拜嘅歌手就係馮允謙 J 風，當日都有唔少朋友入場觀賞，仲有香港兒童合唱團一同獻唱聖誕歌，等大家可以沉浸於濃濃嘅聖誕氣氛當中，開一場音樂大 party。仲有唔少迪士尼朋友出現添，唔少仲要平時好少見到㗎，而現場仲加入飄雪、光影、水柱、煙火效果，等大家可以更投入。之後仲有周欣婷同許廷鏗登場，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到時入場睇啦。當然聖誕精彩活動唔止得咁少啊，成個樂園呢都已經換上全新聖誕裝飾，就連灰姑娘旋轉木馬都有。而成班迪士尼朋友包括反斗奇兵佢哋都有全新聖誕造型。其中一個重點節目當然就係夢想成真聖誕樹亮燈禮啦。咁今年呢，亦都有一啲新元素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喺魔雪奇緣世界，基斯托夫仲準備咗一份冰雕聖誕禮物俾大家添。今個聖誕又記得入趴嚟睇下。除咗呢個禮物之外啊，仲有一份驚喜啊，就係呢個小白變身機械人喺魔雪奇緣世界期間限定現身，同大家見面互動啊，仲係全球首創。喺呢度見完之後呢，你下次想見佢就要去到巴黎迪士尼嗰度噶啦。優獸大都會2而家就喺戲院上映緊啦。迪士尼樂園為咗配合呢套電影，亦都有唔少嘅裝置同埋特別互動。其中一個喺美國小鎮大街百貨店有一個全新冬甩快閃店，等大家可以沉浸式體驗優獸市民最新嘅購物潮流。睇到啲網上短片啊，見到店員同各位賓客有互動嘅體驗，帶俾大家滿滿嘅情緒價值啊！開放期有限，冇錯過。跟住我哋就嚟到探險世界呢邊，去一齊帶大家睇睇優獸大都會2嘅主題活動。一嚟到探險世界呢邊就見到呢幅海報，叫大家去揾下 Gary 呢條蛇嘅下落啊！周圍都見到呢個尋蛇啟示，由森林河流之旅附近開始，周圍都有啊！我哋一直向前行，向到河景餐廳附近揾下，最後喺河景餐廳後面，終於揾到 Gary 啦。沿路揾 Gary 嘅過程，途經呢一個小食攤。呢個小食攤位呢，有住唔少有動物造型嘅小食，都望落去非常之吸引。大家又唔知有冇興趣食呢？可惜呢度又冇腳板型雪條。去到接近探險世界嘅出口，除咗可以見到加西同款嘅眼鏡之外，跟住就睇到呢度有唔少人喺度排晒隊，喺度見緊優獸市嘅一位好朋友，又唔知大家估唔估到佢見邊個呢？原來就可以見到啊，兔仔朱迪同埋狐狸尼克啊，呢一對好拍檔啊！大家如果想見到佢，就要提早啲排隊啦。原本上映當日仲邀請到容祖兒驚喜現身迪士尼樂園嘅迪士尼好友巡遊派對現身，同大家見面。晚上仲有會員限定首映禮，不過因為上星期大埔發生嚴重火災，造成人命傷亡。於是樂園決定將當日嘅首映活動同埋現身活動將會取消，就連晚上嘅星夢光影之旅星空派對亦都取消埋，以示尊重。原定當日關閉嘅米奇幻想曲後來都開放返，而當日入園嘅賓客亦都可以喺6個月內再入園多一次。中意 Zootopia 嘅朋友記得入戲院捧場。今輯依然都係原班人馬，容祖兒、黃子華配音㗎，仲有禮品送添。11月聖誕活動期間，同樣亦都係米奇米妮嘅生日啦。雖然今年冇大型慶祝活動同佢哋慶生啊，不過當日呢亦都有畫上地畫同佢哋慶祝生日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
考下大家先，又知唔知道米奇米妮生日究竟係邊一日呢？知道答案就請留言。相信咁多位觀眾都知道，入迪士尼樂園玩呢就唔可以帶有碌嘅行李啦，因為安檢呢都過唔到嘅。如果你成手都係嘢又唔想拎住去玩呢，你仲有一個選擇嘅。我哋樂園裏面呢都有儲物櫃服務。咁儲物櫃呢啱啱最近呢就搬咗位喎，咁呢就搬咗喺近 City Hall 左手邊呢個就係寄存櫃入口啦。入去一睇先，嗱，呢度已經有寫埋 locker 嘅尺寸大小啦，同埋收費，一個櫃150蚊嘅。嗱，俾大家睇睇，呢度呢有非常之多櫃嘅選擇啦，仲有呢，嗱，呢度呢就有個收費機啦，咁呢就見到大約150蚊啦，咁呢就接受唔同嘅 payment 嘅，信用卡啊 WeChat Alipay 而家都接受啦。隔離仲有充電器俾佢租借服務嘅。嗱，又教晒你點租噶啦。不過留意翻呢度充電器嘅租金比較貴。迪士尼10KVN 喺11月1號、2號圓滿舉行，今年20週年派對版吸引來自香港、內地、台灣、日本、韓國、泰國等地超過21000名跑手參加，創下歷史新高。咁又代表呢個活動就唔止係迪士尼粉絲參與活動，仲成為一眾長跑人士嘅比賽項目啊！更加可以吸引到唔少潛在遊客專程嚟香港迪士尼，絕對係有多重嘅意義。呢個時間又同大家分享下12月票價資料。聖誕佳節亦都係迪士尼嘅旺季，所以票價1至4級都會見得到。第一級票價就會喺上半月嘅平日出現，就係669蚊。星期5、6日1都最少係第2級票價。12月頭3個星期六更加係第3級票價。12月14至17號已經係第2級票價。12月18號開始最少都已經係第3級票價，即係849蚊。到咗年尾人流最多嘅日子，第4級票價又再出現啦。今年係12月25至28同埋12月31日，呢幾日都係第4級票價，大家記得留意翻啦。今年第4級票價日子係多咗，不過今年平安夜就變翻第3級，然後呢12月25至28就變第4級，整個聖誕週末都係第4級。想入 park 玩嘅朋友就記得提早買飛同預約啦。有金卡銀卡嘅朋友就記得留意12月份都有不適用日子。金卡嘅不適用日子就係12月24到28號，就係橫跨聖誕週末。至於銀卡嘅不適用日子就由12月23號開始，一直去到出年1月1，除非嗰日係你哋生日就唔受影響。如果想揀呢兩日入場就記得提早買飛啦。小編上網睇睇最新預約情況啊！12月8號同13號已經額滿，冇得再 book 啦。12月8日估計因為選舉一翌日，可能中小學學生都放假，所以就帶小朋友入樂園玩啦。想入樂園玩，但又覺得門票太貴，唔使擔心。香港迪士尼都有推出唔少門票優惠，就連聖誕新年假期都適用。真係慳翻唔少嘅。例如呢個雙重暢玩優惠，原本優惠期去到12月中，依家睇翻優惠期已經延長到去出年1月30號，橫跨聖誕新年假期添，真係前所未有。至於連玩2日門票，即係連續2日入場，優惠亦都延長到出年9月30號，適合一啲冇買年票又想入樂園玩嘅賓客。最高優惠額係更低至半價優惠啫。真係冇錯過。11月亦都係購物嘅季節，迪士尼亦都有促銷優惠。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5就推出酒店限時優惠，由依家去到12月12號，訂購迪士尼3間酒店指定客房1晚就已經有6折優惠，部分客房就訂2晚就有6折。入住日期就要喺出年1月2號開始，直至到9月30日或之前入住就可以啦。如果住探索家或者好萊塢酒店呢，更加可以去到10月30號添。房價折實之後都係1000零蚊啫。香港迪士尼非常榮幸請到呢一位傳奇歌手 Lea Salonga 喺明年1月10號嚟到香港迪士尼樂園城堡舞台表演。佢真係好犀利㗎！佢20年前呢就已經嚟我哋香港迪士尼樂園嘅開幕典禮獻唱過，包括 A Whole New World 同埋 Reflection 呢兩首家傳戶曉嘅歌曲。20年後再嚟到迪士尼呢個舞台，聯同香港管弦樂團嘅弦樂手同迪士尼樂隊一齊演出，絕對令人難忘。
早前已經發售標準座位區及 VIP 座位區通行證，售價係740蚊同980蚊。不過門票一開，好快就已經全數售罄。奇妙處通會員呢段時間入拍都有好多額外優惠，依家去到12月7號入嚟食嘢買嘢都會有額外折扣。金卡、白金卡會員低至65折，銀卡都有75折喎。今個月嘅情報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我嘅介紹，有興趣記得 follow 翻我 IG 同埋訂閱翻我 YouTube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仲要撳埋個鐘仔喎，一有新片呢，佢就會通知你㗎啦。